种子越新鲜越容易发芽，不要晒干，趁着新鲜就赶快把种子弄干净。那有沾到果肉的，有有有杂物的先清理掉，然后用湿纸巾哦，有湿度的哦，垫在下面，然后上面放新鲜的种子，然后湿纸巾要把它包好哦，要是对折就可以把种子盖住哦，然后再放进塑胶袋里面。它有那个什么加热垫哦，用放在塑胶袋绑好就是有保温了。闷在里面温度会高的，就容易发芽。那大概一个礼拜就